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8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因为入秋以来上凉冷的冷空气，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马祖只有14.4度，今仔半暝到明仔载透早会阁愈冷。中华文雅铁幕场伫管制期间阁违法出货，地检署约谈铁幕场的员工，嘛搜查台中的两中两行，负责人是以20万交保。桃园市民进党的议员游五和涉诈领助理费11档，桃园地检署起诉游五和甲伊的查囝计共10个人，未收300多万。观众朋友应该拢有感受到这波入秋以来上凉冷的冷空气哦。今仔透早的上低温是伫马祖只有14.4度，全台湾各地哦，今仔早起温度是拢降真济。今仔半暝甲明仔载透早会上冷，伫拜六开始的温度才会较小热。也毋过后礼拜日又有东北季风会影响台湾。入秋了上凉的一波冷空气来啊！拜二透早上嘅温度伫咧马祖14.4度，本岛平地上低温伫新北市富贵甲15.8度。气象署有讲，上冷的时阵是拜二暗到拜三透早，抑个拜三暗到拜四透早。自北到南拢会当感受到这几天的温度伫咧降，袂出敢若磁流拢共款。我们预估在低温部分。马祖大约是12度左右，金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大约14、15度的低温，其他各地的低温则在17、18度左右。沿海空旷地区或近山区平地温度还会再低个1、2度。那至于明天白天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明天白天各地的高温还要比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再下降2到3度。台北有一寡所在落雨门啊，是固定。东北季风带来水汽，继续影响面风的地区。伫咧大台北地区、贵人北海花一个宜兰，自8月过头了就开始落雨，雨无大，也过落真久。到拜三、拜四，水汽慢慢愈来愈少。北方的中南部地区侪云到好天，有可能会看到日头。也要注意早晚温差较大。到拜六各地温度就会慢慢回升。到周末会慢慢的呈现回升的趋势哦。那下个礼拜看起来会再有新的这个东北季风再南下，一直到月底之前看起来这种陆陆续续一波一波的冷空气下来这个状况，大概都会持续。虽然这边的冷空气并无达到冷气团的等级，不过也是会观察所落来温度的变化。气象专家提醒讲，这边冷空气全台湾温度降的情形拢真明显，尤其是中南部早晚温差大，天气冷搁湿，有一寡农作物恐惊会拄到病虫害风险，这就是他妈岛，所以农民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文雅铁幕场的技能验到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哦，佮伫管制期间违法出货未到致命伤。中华地检署是扩大侦办，约谈文雅铁幕场3个员工，嘛搜查台中的两中两行4名负责人。伫进行了后，两行的负责人是以20万交保。这个月初是中央公布中华文雅铁幕场的机能芬普尼超标，结果伫管制期间却个违规出货，查到甲机能卖去台中的两中两行。中华地检署17大规模搜索两中两行，侦讯了后，检方认定姓林的负责人涉嫌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加诈欺罪，以20万交保。芬普尼鸡蛋案件本署持续追查药品来源，昨日约询畜牧场人员厘清案情，讯后请回。管制鸡蛋流向部分，搜索涉案鸡蛋商并带回负责人，认为涉犯诈欺以及违反食安法，罪嫌重大。讯毕后交保新台币20万元。针对文雅铁幕场验出机能有芬普尼超标，中华地检署顶礼拜就以涉嫌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立案调查。牧场姓陈的负责人立被告，除了调查芬普尼的污染源，嘛要追查管制期间机能是安怎留去致命伤的。中法院长就讲，若管理单位有过失，一定会处分。检察官都已经介入了哈，那只要说有这个疏失的话，我们该惩处一定会惩处。也那目前中法院政府封存的芬普尼机能，17管府接到地检署通知，相关单位随甲这的芬普尼机能销毁，由动防署、卫生局、环保局加政风处共同派员处理，部分留作证物。其他计共25万粒的管制机能已经全部毁掉。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再来看，针对南北提出的新版的财违法，伫顶礼拜五又得到立法院三读通过。行政院长邓英台是强调讲，若个加明年度的总预算案，中央会记这5600万哦，这违反公共债务法的管制。院长嘛强调讲，未放弃协商。这礼拜是行政议会买来通过行政院版本的财违法。也毋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是表示讲，行政院版本无重视地方政府对财政的拍拼。立法院24三读通过南北修正的财违法，说服行政院认为是愈修愈歹，甚至影响编总预算。院长邓英台甚至讲要伫20提出行政院的版本送去立法院。中央政府跟国家本来都没有生病，是国会把中央政府抽了血，一直在弱化中央，也拿错的药要中央硬吞下去。行政院的版本目前完全忽视了地方政府财政的努力以及商业服务业的需求等重要因素。双包党讲无支持行政院的版本，不过邓英台认为明年度中央总预算政府已经记载3000亿，那照国民党的版本还阁加记载2600亿，已经违反公共债务法的管制。如果委员认为给地方多220亿太少，那你为什么不会觉得中央给你少掉4000多亿会太多呢？你要全面开战，是跟人民开战，还是跟赖清德市长开战？假设这个财划法执意的这样通行下去哈，甚至搞不好这个礼拜五他们还会针对离岛那个部分再来要钱，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跟委员报告，行政院编不出来这样的预算，无法编列，不得违法编列，无法执行。再次喊话韩院长，院长错误就留在立法院吧。针对花莲挖的暗溪帮山湖在后中间，立法院顶一日三读通过经费上限300亿的特别条例。行政院统整各机关的需求了后，拢总变270亿，有优美了后续额度30亿。对儿童和老年人的心理，然后有没有相关的关怀，还有一些支持的方案呢？当然有，不过第一时间我要感谢我们的各级学校，对学生跟教职员也发挥了心理的辅导的作用，还有我们的志工团体的投入。宗教团体的投入，以及在地的几个教会，我想第一时间都充分的发挥这样安抚人心的工作。依法实施的期程为今年11月11到2017年3月31，整治帮山湖后续部分的项目会当办理到2030年年底。邓英台表示，希望朝野立委会当全力支持，互福原中间会当推动，嘛互民众会当登去到原地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伟大海外总部要设伫台北树林科技园区的 T17到 T18基地，台北市政府嘛甲成功领袖要解约，成功领袖是认为土地就要限定予回答。也毋过台北市的副市长李树川表示讲，若回答几档后无要搁使用，依照合约土地就要搁还予成功领袖，安尼市政府是无法度接受。回答负责不动产的副总裁这礼拜买来拜访咱的市长蒋万安。各党的台北市议员伫80块集合做伙视察 T17加 T18用地，关心各项作业的规划加处理情形，配合回答海外总部进驻的相关流程，速度会当加紧。市政府也在跟台电沟通，是不是在旁边这一块我们要加设一个变电所，来做一个变电的一个配电的工作哈，所以呢，现在目前正在跟台电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后续很多事情要做。我们表定有哪些要在现场，有哪些要清楚要点交的部分，那是不是有跟辉达先确认过？好，譬如说像这个废土坑，整治工作正伫咧进行，不过关键的地上权问题，原本伫顶礼拜五，台北市政府要甲成功领袖完成合议解约，怎么解约搁在卡关？因为新秀提议。这笔用地将要限定予回答使用，但是过几年回答要解约不爱搁用，土地将要限予新秀使用。要不若是议员无认同，市府也无接受。他们提的这个意见在我们的协议书，那我们不可能这个土地往后的状况说这个，当然现在会打，那往后如果假设会打用了几年以后。这个合约还必须要再把土地还给他，这个在市政府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回答不动产的副总裁，这礼拜将会来拜访市长蒋万安，也会带投资意向书过予新秀。新秀若同意，伫咧董事会开线了，就当签解约的合约书。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部伫9月推出新版本的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总统赖清德是指示讲，家户户拢爱有一本。全台湾有983万外户，国防部申请行政院第2预备金4279万，要印1100万本哦。规划4个梯次来发，会先发离岛，明仔载就开始发咯。印刷的工作人员当咧赶工课，国防部9月份推出新版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总统赖清德指示，要互家户户拢摕到纸本的版本，所以国防部头一届做普发。这个普发的版本内底还佫有新增加内容，亲像头一页有总统的誓言，还佫有警报信息，甲绑山乌一路加入去。总统在上面署名，可以让许多的民众觉得这一本指引会更有信赖感，因为威权主义的扩张也日趋的严峻，更凸显发放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做普发的必要性。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全台湾的家户数差不多983万外户，国防部拢总印1100万本。针对外界关注为印刷甲本位的费用，国防部讲，因的费用是申请行政院第2预备金4279万，中华邮政的运送费差不多180万。内政部比较选举公布，采用民政系统来分，作业费差不多1988万。我想我们用最低廉的价格，大概初步的估计大概应该在180余万元，大概是1988万余元那是以整个这个普发家户每一本大概2元的作业费。那本来的时间，国防部规划分做4梯送去全台湾368个乡镇市区公所，考虑时空甲距离，头一批19开始发，优先以离岛为主。按算明年1月初5进前会全部拢本落。针对普发纸本的版本，这费用加起来至少要6447万，票在亚质疑是咧无采钱。这里面很多美国的做法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又顾忌在北京，二方面他希望台湾能够加强军备所以他发这个手册，某种程度就告诉台湾老百姓准备打仗。我们平常呢，家里的门口也会装锁了如果锁坏掉了，如果今天说赶快要把这个锁呢换成一个新的，请问你会不会说是不是明天小偷都要来了，不然今天干嘛换锁？你不会讲这种话嘛？这个普发的版本嘛，考虑外籍人数，英语的版本印105000本。外交部讲，有甲各国驻台机构初步讨论，提出8万本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民进党3连败议员游五和涉诈领助理费11档，桃园地检署今仔侦结，针对游五和甲伊的查囝计共10个人提起公诉，嘛不受犯罪所得356万。民进党籍3连败通市议员游五和，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今年8月封羁押。桃园地检署伫侦办了后，认定游五和和伊的查某囝，佮有相关人士等10个人诈领助理补助费，金额是有到356万遮尔侪。10个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对伊提起公诉。游姓议员于担任第1届至第3届市议员期间，虚报人头助理、诈领助理补助费案，于今日侦结起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356万余元。检方指出讲，游五和对2014年的12月25开始做同市议员卡单，明明知影助理补助费并不是议员薪资的一部分，嘛知影讲不是对议员个人的实质补贴，所以含做公费助理的第2个查某囝和第3个查某囝做伙同谋，写不实的内容宣布薪资，佮制作不实的聘书，用虚报和假薪宣布这个方式来诈领和铺报助理费。经检察官侦结，认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诈领财物罪及使公园登载不实等罪嫌。针对游五和涉嫌不当处理助理费，获检方起诉。民进党桃园市党部嘛表示讲，尊重司法侦办的定数，当事人若是有违法失当的行为，应该依法来负责，绝对袂维护家己人，嘛袂闪，接落来会照党内纪律机制好好处理，嘛希望司法较紧来厘清事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国内因为发生非洲地震，已经10月2日开始就禁止用喷饲猪哦。政策是敢要放令咧，是即马还未公布。也毋过有要求讲再喷的车要爱装 GPS。今仔早起嘛伫行政院来开会讨论。目前用喷的饲猪好是认为，若装 GPS 也毋过饲猪场无用无共款的车来再喷甲载机，佮用同一批工作人员无做好管控，这防止病毒的效果恐惊嘛是真有限。
在地的车为云林出发，沿路在地去到跳舞场，每一个定位拢真清楚。2019年因为非洲地这疫情压悬，中央要求在地的车都要按 GPS 掌握路线。这届台中5车标出非洲地这的案例，农业部甲环境部要求再喷的车嘛要按 GPS， 原底应该18进前完成，后来搁延到12月初7。双方对于应该修什么法还要协商一下。上个礼拜6就请他们调查回报，统计到目前为止大概有460台以上。有偌济再喷的车爱按 GPS 要咧统计，就连爱收到一个华强这执行嘛要咧讨论。目前再喷的车数量上侪伫咧桃园甲新北，不过用喷市地的农民真不满，讲伫咧政策还未定案进前，都要求因爱按 GPS。虽然因也是会配合，不过即届标出非洲地这，根本是因为无落实下喷。第二个重点应该是经济监测。政府定叫阮整一大堆啦，改成像农民拢改用安尼，改找钱安，我拢配合因啦。若假使袂正实，毋是拢加才增加什么赔啊？设立全台湾头一间集中下喷的专巡试地场，为着确保成本安全，再喷甲在地的车拢爱分开，相关的人员嘛分流，避免喷等等的物件对人甲车或者是下讲去接触到猪仔。负责人刘家顺表示，甲 GPS 来比，确保成本安全是更较要紧。我们是所有的人员都做所有的分流，我们再处理的归再处理的，我们畜牧是有专门畜牧管理的部分的，没有说都合并一起同一个人在做操作。从10月2日禁止用喷饲猪，目前全台湾敢若新北市有出现4例违规，其中有2间饲猪场，毋若是违法用喷饲猪，喷嘛无过限过。负责人罚款206万。虽然即届有成功阻挡非洲猪这病毒，并无断开。毋过，敢搁要用喷饲猪，相关的配套敢有周知，政策到达一直拢无够明确，嘛互用喷饲猪的农民感觉毋知要安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有一个桥倒摆民众经过台中市的文心路中德路口，常常有人开车门要落车，害这个桥倒摆民众累残，送病院急救，加载只是轻伤。这个轿车的驾驶嘛互开罚单咯。另外，昨暗头仔苗栗某一台南马空车驶到工业区哦，也毋过南马空是老家规世界嘛害桥倒摆民众累残。监视器翕到，这台车停伫车道后壁一名骑士为正边等要通过，也毋过轿车正后车门煞突然拍开，骑士去互撞到，摔倒伫涂骹。超级危险的，我就被这种车弄了2次了。人都车子倒，人都喷走了。后面的车开过去，然后他可能没有注意到的话，就很容易会受伤。因为我有朋友有类似的经验。未少民众拢讲有拄到类似的经验，只会当家己提高警觉。警方表示，这名细路的骑士顶日骑机车经过台中市的文心路中德路口时，轿车后座的乘客突然拍开车门落车，骑士未负反应摔倒，好在来只是轻伤无大碍。警方也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对汽车驾驶人开罚。后方乘客未注意路况，开启车门，与直行的普重机车发生碰撞。警方提醒，开车门进前要观察马库尼亚，车流通过确定安全了后，才以反手开门，和身体自然转向后壁，了后先开一旁确定无车辆，还是行程赶紧了后才开门。另外，伫苗栗东路也有骑士弄到落落来南马孔发生意外。本所员警已通知混凝土预拌车驾驶人到案说明，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核实告发。警方表示，在市尾仔5点左右，一台南马空车伫东路中兴工业区中兴路甲县道118线停等红绿灯的时，南马空为车座流落来。车停了后，南马空车无法加速离开，造成后壁骑士弄到摔倒。野随驾驶也到案表示，迄当时亲像离唔到开关，造成南马空涉楼。警方除了以违反道交道例开罚18000以下罚金，确实的原因也要背负清。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昨日各讲要面定奥多拜外送的收费的公式，必要的时会当加收等待还是送上楼的费用。伊个期是60日落，上紧明年2月会实施。也毋过相关的修法草案，旧年嘛有讨论，今年又搁再提出，外送产业工会等团体嘛无共款的意见。
外省员伫街路巷仔内骑车骑来骑去，无用伫替人客送物件。为着互外省运费有合理的计数，交通部进行移过上新的外省运价公式。若是有必要，外省费会当加收等待费、劳站费等其他的费用。你看人家要骑车，然后还要送到那边，还要往上走，其实这个都是相对要付出来的成本。所有的服务啊，就是使用者付费啦。对，我是觉得使用者付费，因为我觉得合理就好了。交通部表示讲，全国内差不多有15万人做外送业，这摆的修法特别针对乌托邦的外送，定出独立的计算结构。乌托邦外送的每单公里基本运价是1，再搁加上合理的经营报酬率，乘每车公里合理成本，再搁都平均每车公里接单数，必要的时阵会当加收劳站费、过年的加成费等等。草案的话，主要是规范最多能收取的上限，商家抽成的利润去补贴运费啊，你这个平台有一个商业考量。事实上，在去年交通部就捌针对外送运价提出修正草案，但是因为争议伤济，落尾无结果，即马搁一摆提出预告。不过外送产业工会这团体同款有真侪疑虑。2大平台业者为基准下去规划这个运价的话，那你其他没有跟餐厅抽成的中小平台，那一定会倒闭。这个标准你们各地方政府自己去制定哦，这个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每一个地方政府会变成是无头苍蝇。交通部强调，外送运价公式确定了后，会和公路局来启动5边的协商，邀请中央和地方政府、平台的业者、外送员工会和消费者团体做伙讨论，照无共生活口来定定各地运价，预估期有60天，收集各界意见，相信在明年2月完成修法上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内政部之前提出虚评改革方案，公司比率可能会降5%。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今仔嘛开公听会，有专家学者是指出讲，内政部的改革甲停车位甲车道使用的空间变作是买的住户专有，这恐惊会有纠纷。即马厝愈来愈贵，民众对厝的公设比甲虚评的问题真不满。内政部提出虚评改革方案，内容包括检讨用这个计算停车空间的分配，抑个一般电梯正式降低免计算用这个项目。因应内政部将要提出建筑技术规则修正，抑个有公告。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则会开公听会。专有部分如果太多人共有的话，其实会产生非常大的成本，好，会有很多的纠纷。到时候表决权其实就会出问题。如果把它改成专有部分，这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哈。那可是呢，这个配套呢也是蛮重要的。那第二个有关于没有够车位无偿通行的法源到底是什么？学者对停车空间的分配看法无同。即马内政部的方向是包括停车位抑个车道使用空间变做有买车位的大户专用，会当发扩增。不过学者认为，若是属于社区的通道，无买车位的人是毋是当无偿使用？抑个就是车位敢会当卖互社区大户以外的人？你们应该有更清楚的数据评估来论证，因为我把梯厅算进去了。我把管委会空间缩减了，所以会有什么效果？甚至在不同规模的基地会产生什么效果？要若用这个计算，内政部也鉴定管委会使用空间的楼地板，若是无超过基地用这个1%，会当减少公设比。民间团体表示支持，不过要互消费者甲民众更加了解免计项目精检了的实际效果。一般电梯放到免计的项目的部分，几个案例来做实际的试算，这样大概会降低1到2%。停车空间的登记的部分，那个地方会影响稍微比较大一点。内政部讲，为着要鼓励装电梯，甲电梯列入免计算用者。另外，对建筑技术规则修正公告，虽然抑个会经过讨论，若是确定要实施，按算伫咧年底进行会有过，并且保留缓冲期。记者综合报道。有新众团体指控讲，有部分的运动场馆因为烦恼讲场地会互轮椅较歹去，所以拒绝新众者入场。运动部是强调讲，因会来盘点无障碍的设施，来建立使用的标准来保障新众朋友的运动权。设置的综合运动场，边境跑道当日做整修，一旦整理好，会当提供民众运动健身使用。不过，几下新众团体伫立委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指控设置的电竞场也是网球场，以烦恼场地予轮椅的囡仔破坏为由，拒绝新众者入场真无合理。
身心障碍参与运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就跟一般人运动一样。厂商说，除非货车碾进去，或者是你用尖锐的部分里面去处理，否则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他可能就会担心说，轮椅会直接破坏到或刮伤到地面。但是过去教育部体育所他们也有相关的一些指导手册，其实都有提到说，其实是有相对应的合理调整或者是一些替代措施。新众团体批评，其他县市甚至有禁止电动轮椅入去，造成新众者只会当用白的进入活动区域的离谱要求。希望政府会当改善运动场馆的无障碍设施，加明定相关管理规范。朋友如果有运动的需求，其实都应该要做友善的这样的服务，来做一个健检跟全面性的了解、考核跟评鉴的机制，我们也在研议要来做一个建构。对新众朋友的诉求，运动部强调会盘点无障碍设施的现况，建立场馆设施的使用标准，也会甲各地政府讨论，确保新众朋友的运动权。设置区公所是回应，因为PU网球场的年限已经真久啊，场地可能会有脱产的问题，会赶紧启动更新作业，也已经向陈情解释无禁止使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又到了年尾了，今年因为 AI 数位转型，产业界的需求是真大。人力银行的调查嘛指出讲，有7%的企业是愿意为有 AI 能力的人才来加薪哦。另外，科技产业对明年的景气嘛拢真乐观。伫明年底啊，真侪民众嘛开始在期待年尾奖金。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统计，今年会发年尾奖金予员工的公司大约有68%，年终的金额平均是1.56个月，其中年终上侪的是半导体产业，拍算是发1.98个月。另外，在调薪水的部分，科技、软体也有网络产业等等是调薪调上侪的。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电子制造业的部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薪酬。那当然还是有金融业的部分，其实是也是给予一个不错的一个薪资待遇。根据调查，因为美中关系和关税政策的无确定性，多数企业对明年的景气态度也是偏保守。敢若半导体产业对明年发展有较乐观的态度。但是考虑到公司营运状况、欠工和维持市场竞争力，明年也是有64%的公司愿意起薪水。人力银行是讲，员工若是要有更较好的薪水，嘛建议会当进修 AI 科技的能力，来应用即马机械制造业、电子零组件和电子制造业对 AI 的人才需求。其实 AI 已经变成我们企业上面所谓的基本的一个能力项目了吼。那不断的去挖掘具备有 AI 人才的人，当然是目前企业常在做的事情。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目前台湾整体的薪资扁平化的趋势是愈来愈严重，人才拢走对薪水较悬的高科技产业去，其他产业招人才压力嘛是愈来愈大。嘛，服务业界要升人才，除了薪水、品牌，也有其他福利等等，嘛是民众找头路的事的重点。记者陈心东、谢桂林台北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顶日去参加白色恐怖追思会，对此包括中国间谍5级等人引起争议哦。有民间的转型正义团体是真不满，因批评国民党以中国间谍来解释白色恐怖是颠倒历史，是非常的恶质。当期关心转型正义的519行动组合召开记者会，因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伫咧这个月初去参加一场白色恐怖的追思会。追思的对象之一包括中国间谍5式研究白色恐怖的历史学者认为，伫咧追思白色恐怖的场合追思中国间谍，完全是咧颠倒历史。白色恐怖的真相是，当初有千外位无辜的受难者去互人枪杀。我是认为讲。咱台湾的社会要有家己的主体历史意识。519本身就是一个共产党的间谍嘛吼，这是国民党家己无能嘛。国民党就是利用这种的对历史的滥用、乌白用吼、乌白斗骗选票。我看这是足无应该。由关心519白色恐怖记忆日的筹备小组转变做519行动组合的民间组织认为，国民党讲起来应该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唔是受害者。而且中国间谍也唔是过去的代志，现在台湾内部也有真侪咧替中国做代志。国民党嘛爱汲取历史教训啊！你跟中共合作绝对没有好下场，这因的历史都讲得足清楚啊。很多的匪谍都渗透到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才会从中国大陆瓦解，被瓦解，然后败逃在台湾。
另外，民团长期以来也一直推动，希望将519白色恐怖记忆日来做固定假日。但是，进前国会咧讨论纪念日甲节日实施条例时，却无甲伊加入去，互真侪受难者感觉真艰苦。所以，若要求立法院甲即间的纪念日加转来，袂当因为政治的立场无同，就甲白色恐怖的重要历史抬掉去。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要准备出访美国进前，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会来批准卖 F-35战机给因。那交会沙特阿拉伯会成做以色列了后，中东第二个有 F-35战机的国家咯。美军 F-35战机快速飞过天顶，这是美国上先进的空军战力。美国总统川普17日咧会见世局相关官员时阵，被问到是毋是同意卖 F-35给沙特阿拉伯，第一遍确定强调沙国是重要盟友，也甲美国同款面对来自伊朗的威胁，外界预计军售将会真济。沙国王储沙尔曼则被访问美国，将川普会谈时阵的重要议题之一。They want to buy. We've been a great ally. They've got to like us very much. Look at the Iran situation, what we did in terms of obliterating, we obliterated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Yeah, I will say that we will be doing that. We'll be selling F-35s. 团讲这项军售规模可能到48台 F-35，金额是几落百亿美金，一定会强化沙国在波湾地区的空中优势，也可见美国一向以来维持甲以色列这种优势政策底线。自从川普第2任期开始，沙国答应伫咧能源、军工、AI 加基础建设等领域，对美国投资差不多6000亿美金。这么，各有国界战机军售，表示双方关系伫咧哈少之名了，已经快速恢复。الحادث اللي حدث مؤلم جدا لجميع السعوديين، خاصة لمواطن سعودي، واعتقد انه مؤلم لاي انسان موجود في العالم. هو حادث بشع غير مبرر تماما. اليوم المملكة العربية السعودية تقوم باتخاذ كل الإجراءات القانونية. 严格人权团体认为，沙国王储沙尔曼依然无法度摆脱哈少之名的阴影。2018年，伊第一遍公开讲到这件发生伫咧土耳其伊斯坦堡沙国领事馆内边的谋杀案。伊讲这是无法度合理化的罪行。即嘛，伫国际社会大部分的国家拢甲其重新往来的时阵，美国股票卖 F-35战机一个可能的防卫安排，有人认为是军火加投资随政治罪行。I think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much more transactional with respect to Saudi Arabia. As with the first term for President Trump, there's really no emphasis on human rights. So that's much less of an obstacle for this relationship. 美国甲沙特关系伫川普第2任期，搁再转到高度交易式的方向。沙国想要找国家明确的安全承诺，包括亲像是卡达的防卫协议、核能加航空合作。也若美国注重的是军事订单、能源稳定加中东局势内面，沙国作为关键中心的角色。学者分析，伫这种立场之下，人权加民主议题已经无法度放伫咧谈判桌顶头。伫地缘政治加庞大长期影响，这场 F-35外交恐惊会成为川普第2任期中东政策内面上有争议的一项。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再来看捷克甲斯洛伐克将纪念1989年终结共产党统治的西洋革命，两国拢有真侪百姓行上街头，因是强调讲民主需要捍卫争取，嘛需要保护。其中斯洛伐克的民众是真不满总理费佐领导的合政府，甲罗西亚挖了上紧哦。捷克民众是真不满好野人巴比斯甲两个无信任欧盟的政党签署联合执政的协议，准备要来做新政府。斯洛伐克99万的民众上街抗议，反对由总理费佐领导、有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党甲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费佐反对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佮主张甲罗西亚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Ne vadi mi že prši. Kad sam bol v 89. snežilo. Nesloboda, stýkanie sa s Rusmi, s vrahmi, bolševické metódy.
这克苏多布拉格是有数千民众组织的历史悠久的旧城广场悼念当年游行和警察镇压的学生，将其为催生反极权大师。1989年，西洋革命领袖哈维尔，当年哈维尔带领和平抗争，杀到捷克斯洛伐克40年的共产政权。随后当选总统是为民族主要诉求，是烦恼领导国会上大党的亿万好野人巴比斯，甲欧盟怀疑论者反北约的政党协商组局，也烦恼新政府可能树立文明世界，也就是甲欧盟参西方的联合变局。巴比斯要强调家己亲欧盟亲北约，捷克要离开欧盟和北约。Když byl 17. listopad 1989, bylo mi 15 let. My jsme potom jako studenti demonstrovali. 1989年的西洋革命是一场全国性的抗共运动，发生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也毋过政治焦点集中在捷克。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做捷克共和国甲斯洛伐克共和国，两国拢将西洋革命看作民族起点。公司新闻黄伟明编译。过来消息来看，云林的警方最近接到线报，成功抓到诈骗集团爱受害人开的零头公司哦。诈骗集团是用假交资来诈骗，佮甲3个被害人关起来。警方伫嘉义桃园甲彰化抓到12个共犯，嘛提起公诉。警方全副武装来到这个过去是正南会废弃工寮，用较有优势的警力攻入去，抓到3个当地故红关起来3个被害人的嫌犯。诈欺集团据点，成功抢救3名猪仔，避免遭受拘禁凌虐。本案更向上溯源，查获幕后郭姓首脑、叶姓金主及共犯计12人到案。警方表示，讲最近是接到线报，指出这个诈骗集团疑似用乌吃乌的方式对诈骗集团的成员施行暴力。经过检警成立专案小组调查，查到诈骗集团是先诈骗被害人成立当头公司，再申请几下的小号把被害人关起来，用假投资来做诈骗，以假投资之方式进行诈骗，导致郑兴良子等3人共计受骗新台币2400万元。其后，该诈骗集团再以层层转汇的方式，将诈骗所得汇至自立的银行，以此规避。本次打诈专案共查获28团176人，羁押38人，查扣现金约1600万元，不动产约1200万元，车辆20部。总价值超过3000万元。云林县警察局讲，这摆是今年执行的第4波打诈专案，抓到这个诈骗集团，经过找源头，查到幕后涉过主嫌、涉业金主和共犯，拢总12个人到案。涉过主嫌顶系的人洪基亚禁见，专案照诈防条例组织刑罚诈欺和妨害自由等罪嫌提起公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寮排水，昨有民众通报讲水龙变色哦，是红基基。环保局查到一间印刷工厂，把废水直接排入去水沟啊！除了开单罚钱哦，嘛要求业者都爱装处理污水的设施来改善。相片内底大寮排水，唔知去互啥物物件倒甲规条红记记。民众17下晡伫高雄大寮路附近看到安尼，感觉无对同，赶紧翕相通报高雄市环保局。环保局稽查人员随出动，一路对水头吹起哩，发现造成沟仔水变红的凶手是一间纸批印刷工厂。没有啦，那么我跟你讲，因为你看你那个，你要老水了。纸器印刷工厂清洗油墨废水未经妥善处理，自排浑浊废水污染大寮排水，违反水污法30条规定，除裁处3万元至300万元罚锾外，并要求加装废水处理设施。业者无照起工处理油墨废水黑白牌，环保局表示，进前拢无人反映，这是头摆接到检举。不过有民众私底下表示，这间工厂的废水定咧黑白道，化学味足重。记者18早起实际来到现场看，业者摕线打灯咧甲红色的混食抹掉，镜头油较我咧甲看，其实工厂阁有油讲出来排水，花边毛蓝色的混食。有附近民众讲，这个环境确实无介好。我来遮做2-3档啊，我嘛无注意看到水沟啊，但是我来时就遮太高，哎呀，一直。潮是还好啦，但是我感觉无介清气啦，就太高啦。业者无愿意接受访问，敢若讲是机械故障造成的。高雄市环保局除了开单处罚以外，也要求业者伫咧废水处理设备也要做好势进前，袂使阁排水。记者郭家祖、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再来看台南青岛町的生态是愈来愈严重，尤其伫三亚江溪甲李林溪附近哦，有民意代表嘛反映讲，即马嘛已经拖到市区咯，阁愈大只，质疑农业局防治的效果无介好。台南市政府嘛强调讲哦，今年掠的量是比去年增加1倍，未来会集中人力重点来处理，尽量控制，唔通阁继续拖出去。一只青岛町闭伫咧树仔顶，若无详细看，根本袂发现，因为伊的色水参树丛真相像。青岛町是外来种的一种，是农民上介找的成本之一，因为偷食作物造成居民困扰。即阵有民代反映，台南南区青岛町愈掠愈侪，甚至真侪乡亲定情徛街附近嘛常在出现，这支农业局的防治效果。啊，你若做侪就会惊动员啦。台南其实蛮多的嘞。真的。对。因为在那个中华南路，就是要过坟墓，我先生有看过好几公尺大的。有人讲弯刀附近不是只有一只，是有好几只在晒太阳。那1年过去了，不但没有变少，而且是越养越胖。青岛町伫台南生态，主要是和在地溪流有关系。农业局讲，这款物种分布伫咧三亚江溪、李林溪甲北江溪等所在。市府目前嘛有请厂商集中人工伫各区咧掠，今年掠到的数量比去年加2倍。农业局今年按算要消灭3万只，嘛会加强防止青岛町往北拓开。母的话都不断在生，不断在下蛋。所以说它的孵化率如果50%来讲，它一次可以生20颗到80颗。第一个流域里面会进行移除，然后第二个就是公共安全，提防这些的公共设施，或者是说，因为我们也避免民众恐慌，所以说我们也会针对这3个部分进行移除。即阵除了南部地区有出现外县市嘛有青岛町的形影，农业局回应一直拢有咧加强做消灭的工作，不离去这款外来种，坦白讲无天敌，兼介高生介高炭，地属短时间内要甲消灭，确实有影真恶做。伊嘛会有乡亲若看到，通卡1999通报，市府会随派人到场处理。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南投县中寮村北中寮7个村拢无加油站，就爱到南投市才有法度加油。一寡农业机械拢会用桶仔甲油先囤伫厝里嘛是真危险。好消息是北中寮的加油站今仔正式开幕咯，在地乡亲是拢真期待。农民挂桶仔来涂油，过去南投中寮这居民，拢爱到10多公里外南投市加油，来回就爱1点钟。尤其当地作息人爱用农机货车，拢爱先用桶仔加油，蹲咧处理工寮。中寮乡公所认为安尼有安全的记录，利用当地资源找地，家己起加油站，招标委外经营加油站礼拜2开幕。拢爱2、3桶啦，才有够用啦。因为奥巴马车常常若无油的时阵安尼无方便，所以拢爱储油。要去转杀手机不造价的，即马真方便啊，毋免讲明仔载后真正几啊工就载转来厝里囥的。北中寮加油站对2021年10月就动工，先经过地目变更，加油站起超过3年，总算开幕。公所表示，起加油站是用公所的经费，主要是为着要服务在地乡亲。种种安尼一关过一关，所以讲无通啊讲。气候都随加啦，包括到我们县政府这边来的申请呢，在建造上面，我们也在这个法规上面来协助。希望大家乡亲会用支持，会用互这个站，互伊一个正常的迄个回转率。中寮乡公所目前和业者签约5年，以1年7万外块租予业者来经营。业者是南中寮的人。伊讲咧，庄卡经营加油站会较困难，不过只要无了钱、无了真济，就会继续做，也算是服务地方、服务乡亲。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来看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甲阮剧团办母语生活节，嘛邀请农村武装青年甲歌手廖淑贤做伙出版台语囡仔歌的故事册哦，那么做伙来看卖。虽然我是小朋友，不敢真老话。台下的观众紧紧看台顶的表演，全嘛对咧做伙唱。这条彩色满世界台语囡仔歌是今仔日廖淑贤甲嘉义市政府合作做伙出版的囡仔歌为本，用较趣味的方式，来写咱嘉义市的一寡城市的特色，把这特色写入去。但是唔是要写迄种做观光客做教育，咱嘛是要有囡仔的趣味性，把这个趣味性甲音乐的趣味性，咱来甲写入去，设计入去。
除了音乐题材，另外，阁有一本用趣味做主题的囡仔歌绘本。家己市政府甲台语表演团体滚乐团合作，举办母语生活节的成果特典。滚乐团表示，希望透过艺术甲生活，互母语成做生活中上自然的语言。伫这个故事内底，就是主要要传达，就是讲咱家己的文化，阁有一寡俗民的生活的部分。上尾就是讲咱嘉南平原这土地重要性。母语生活节的成果展吼，其实嘛是对生活来出发啦。阮咧想讲吼，咧生活中到底有啥物所在会使用到台语？阮希望讲会使愈全面愈好。嘉义市文化局表示，母语生活节甲台语家庭培育计划，今年伫嘉义市举办的活动计共超过140场，台语家庭嘛为去年80几个，佫增加200多个。这届发表的2本台语囡仔歌绘本，刷来嘛提供予学校做教材，希望用趣味的囡仔歌，互囡仔学习台语，也热爱家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为着减少塑胶的使用，环境部最近搁再推出饭桌顶的净零转型，推动唔通使用一届就拼掉的碗甲碟哦。全台湾嘛有400多间的连锁店来响应，望讲全民拢来参加减碳的行动，来珍惜食物，为地球减轻负担。甲手机袋装落去塑胶袋内面，饮料杯啊、塑胶袋啊、水果杯啊，拢会变做塑胶粪扫。尤其是小食蛋、烧汤，直接装落去塑胶袋啊，这都是台湾人使用塑胶的日常。足侪人拢用塑胶粒啊，其实塑胶粒内底这烧的物件，对咱身体食落嘛无好，吼，嘛佫造成咱环境的污染。希望大家拢会使自带环保餐具。有民众建议，若是要互减塑胶的政策更较有效果，未来看敢会当由政府来强制要求，卫生纸、塑胶碗拢要用钱来买，亲像即卖塑胶盒啊同款。像我是台北大学的学生嘛，我们的餐厅的餐具就要收钱啊。其实有的消费者在付费之后，他就会比较愿意自备餐具。嘿，对，就是以台湾来讲，付费的效果是很好的。为着要减少塑胶，环境部即马也推出食饭桌顶的净零转型的活动，响应的餐厅必须要落实5项的条件，分别是做好罐头的减量，无搁提供一届性的碗碟，并且至少使用3项台湾的食材等等。目前全台拢总有437间的连锁餐厅响应。当然，我们就是要减塑。就是避免使用一次性的用品。我们也希望餐厅可以建立他们绿色经营的模式，他们要有办法去有一些相关的节能跟省水的设施。一方面呢，可以环境友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帮自己省荷包。环境部也讲，目前参加的拢是大间的连锁业者，更加希望的是未来夜市啊、小食摊也会当做伙来响应，斗阵行向2050年净零转型的目标。记者陈选林玉凯台北报道。最近中央广播电台一个台语的广播节目得到国际大奖，节目的主持人陈伟斌制作的台湾夜市台湾 Yes， 佮摕到上佳主持人奖哦。陈伟斌是望讲，唔拿推沙母语，嘛要互世界认捌台湾。What I do for the radio or do the news feature or any other content is all to reviving this language. 中央广播电台主持人陈伟斌制作的台语广播台湾夜市台湾 Yes， 伫今年 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摕到最佳主持人奖。节目采访真济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等的台湾新移民，探讨语言、归属和身份等等的议题。这原来是用讲头届有台语广播摕到 AIB 的奖。陈伟斌表示，这嘛是伊人生头届得奖，希望透过国际肯定提升台湾的地位，嘛期待 T-pop 愈来愈发展。杀去国际以外，其实。咱应该要有一个想象，就是咱应该袂输这个 K-pop、T-pop 应该爱产生啊。然后透过其实台语台也是讲无共媒体咧杀这个本土语言，其实咱本地就有真好的共同语，变成以上较早一款历史，只是咱安怎甲运用。AIB 国际传媒优异奖是由国际广播协会主办的。今年入围的媒体包括英国 BBC 和美国 CNN 等等，拢总27国的媒体竞争真激烈。其实这几年真侪台语作品伫咧国际得奖，唔那电影《阮兜的代志》和台语台做的落乌战争新闻专题，嘛摕到纽约区电视电影奖，也佮有真侪台语文学作品也摕到国际奖项。
我感觉用台语来作为咱台湾的这个代表的一个语言吼，应该是会使安尼做。啊，这嘛是目前咱会当行向国际社会上好的一种方式。我嘛感觉这是一种，就是讲咱目前会当打破华语、单语思考独占的这个地位。另外，今年 AIB 更加终身成就奖颁予中央广播电台资深媒体人吴家山，表扬伊第30年来在国际广播、跨文化交流也个道具节目的贡献。阳光董事长罗秀如嘛发新闻稿表示，对入围和得奖，拢通看出台湾声音对国际公共媒体的影响力，嘛通互世界看到台湾的文化能量甲民族价值。记者卢尚如、王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南非开普敦的市中心的港口哦，每当拢成2500万的游客。为了要保护野生的海洋动物，港口嘛请巡查员要来确定附近动物的数量，嘛随时要来关心海边仔的生物，敢有互蛇啊，还是塑胶螺啊定调的。3名港口巡查员一行近，当咧抛弃的海豹赶紧走转去追来。工作人员也检查游艇，也是船的下面监视，也有其他海豹。南非的维多利亚阿罗夫雷德码头是首都开普敦的市中心，上闹热的区域之一。这个海滨广场有800间店，当年大约有25000名游客来这。为着要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受到干扰，港口巡查员4过巡逻，算看卖海豹的数量敢是正确，佮检查因敢是有互鱼线索啊，还是塑胶袋啊填着，也佮会掺到海底，将伫海豹阿妈棍附近的索啊透开，因为因有可能会安尼死亡。港口巡查员威尔人讲，码头监测计划为2018年启动以来，已经为海豹透开超过500条的塑胶索啊。A lot of these seals, so they're playful, they're curious by nature. If you've ever seen them swim with kelp, they play and they twirl and they're curious and it wraps around them. They don't know that if they're playing with this loop in the ocean, that if it goes over their head, they can't get it off. 巡查员一看到受伤的海鸟，就赶紧将伊裹起来带回南部非洲沿海鸟类保育基金会治疗，等因康复才来野放。尤其是疫情期间，互真侪野生海洋动物会当自由伫码头佚佗，像非洲小鸟水狗，虽然因会伫海中找食，不过又还需要每日啉淡水。Lockdown has allowed these animals to really explore the waterfront in areas that you wouldn't usually find them too often. It has also, because they have a very curious nature, really made them find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areas like swimming pools, public swimming pools. 这个野生海洋动物甲当地居民和谐斗阵，全拢是因为港口巡逻员的关系。因讲只要有需要，随时准备好，向这寡海洋动物伸手斗相共。公司新闻新罗培编译。明仔载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天气会较凉冷。中部以北宜兰甲金门会是15到17度，南部花莲台东有平湖是17度到18度。下半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1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